嘉义一个75岁修复家具的老师傅欧阿雄，伊做木工61年了，功夫真好。民众单调歹去的家具，只要到伊的手，就会当再生回春。环保局的修复工厂就是阿雄师伊所修复的再生家具上界抢市，10多年来已经卖出着2万多件了。今仔日的看见台湾国宝师傅。 这鸟去加啦啊，土啊贵个拢土啊贵拢歹。这古董图啊，毁损严重，被人当作粪扫单调。不过阿雄师伊无放弃。这个洗起来，这条卖要几万了呢。已经拢旧去啊，佮阿雄师要互伊换起来，那该下皮抛光，也佮去掉伊旧皮。所以佮爱重新切出卡榫。 碰起来，还佫有落个所在，爱对有好势。即摆是咧下坑个对啊，即摆是咧下呢，还未开始。头试试看详细，爱专心，扣，爱下寸笑。这真正无简单，拢是真功夫。有这款的技术，拢是经验的累积。我75，进前做家具。即马75岁啊，做木工其实有61档，会当讲规半世人拢咧摸柴箍，就是安尼摸出感情。 啊，就食老底休啊啦，啊来遮忙做一个叫做纪念性的。15档就被聘请来到嘉义县环保局的废弃修复家具工厂，或者一件被单调家具重生起来。地图啊，哦，有。被整修过这老家具拢变成新的，而且佫真有创意。15档来已经收过二手家具，即摆已经卖出大约2万件，每档为官府赚100万的。阿雄师嘛被封做是家具的修复高手。这再生家具虽然是换新衫，依然是有岁月的温度，互袂少收藏家买来珍惜。